表夹饼，表妹超生。不要看，转过去。不可以看吗？看到了。这是那个屁股。走了，滚！再见。这搞什么？你们？爽不爽？我拿我衣服了。小姐，你们要来洗衣服了吗？对，衣服都没得穿了。跟我回到表哥家，我买给你很多衣服。快，你到表哥上拿水。你干嘛？稍微点洗衣服是东西。可爱点嘛。过来，喝水。怎么样？他走小块头呀？人家是小吃店，好，你坐着，你进来就能进来泡。我好久没跳。喂，之前你湿了。我好不懂吗？这个是中国长安。我舍不得你吃。然后下面那个，我们这边啊，什么啊？要不要了？哎呀，是。你看点来是我爷爷。那个咱们弄还有。那什么怎么说？来帮我装点。收破烂，收破烂。这别是收破烂。后来我们家吃酸汤鱼。酸汤鱼。这个去桌子口。恭喜你们喜结连理！恭喜你们喜结连理！你快点，我不走！这个快进来了，快进来了！这是我们缅甸的羊奶果，加点味精。